好多人問我 Eva 點樣講嘢先可以感動到人㗎？我嘅答案永遠都好簡單，就係真誠簡單描述出嚟咁就可以㗎啦。上星期咧，我做運動嗰陣咁啱俾我睇到一個電視特輯，係講關於四叔李兆基先生嘅生平。呢個特輯裏邊訪問咗好多四叔以前身邊嘅大大小小人物，佢哋講咗好多佢哋同四叔相處時候嘅點滴。最難忘咧就有兩個人分享，一個咧就係新鴻基嘅郭炳江先生，佢講到四叔呢位細叔伯點樣從佢哋幾位兄弟細個嗰陣就教佢哋做人做生意啊。佢話最難忘就係當時香港最艱難嘅時候，四叔點樣鼎力支持佢哋一齊合作，將 IFC 起出嚟，最終成為香港嘅地標。郭炳江先生描述到四叔對佢嘅恩情嗰陣，佢都感動到流晒眼淚。另一個分享咧就係四叔嘅御用廚師，佢將當年四叔點樣用一杯滾水幫佢化解咗一個尷尬嘅場面。佢話呢件事證明四叔不單止識做人，仲好顧及每一個人嘅感受，唔會令任何一個人覺得難堪。睇完呢啲真誠嘅分享咧，我都忍唔住眼濕濕。上個星期咧就做咗上集，呢個星期就做埋下集。我希望大家有機會去睇一睇呢個節目，令我哋知道點解四叔咁成功，同埋點解佢咁受人尊重。仲有學下呢一個節目點樣去用一個真誠嘅方法去講出一個既感動又有力嘅故仔。只要係真誠嘅分享，你就有感染人嘅力量。